每一日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7月29，诗篇34篇1节安尼讲：我要时时学习耶和华，学习伊的话，要常常伫我的嘴。感谢主，因为伊予咱会通时时刻刻来学习伊的名。大家来祈祷，看着阮学习的主，阮感谢学习你。你的名是阮爱称颂的，因为你的名是至圣至大。主啊，阮对母胎就予你扶持，予阮出老母的腹肚的是你。我要常常学习你。主啊，我要来到你的面前，献上阮的学习甲感谢，因为阮还未出母胎，你就捌阮；阮对出母胎，你就扶持阮。阮的逐日拢有你的帮助甲保护，阮头前的路拢有你为阮备办。因为安尼，阮要学习搁学习，感谢搁感谢。愿阮一生学习感谢你，尊你最大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愿咱的每一天拢充满学习甲感谢，用学习成做咱的快乐，互主时刻甲咱三个伫地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